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日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柏林第4食物中毒案，今仔有一个用 ECMO 抢救的重症患者宣布死亡，这案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半暝2点外发生2起规模正大的电动，正用拢伫花莲。电动七宝中心指出，半冬内会阁有电动买。伫欢迎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琪率团去中国访问，下晡4点，甲中国全国政协会主委王沪宁伫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新闻头起先来看柏林第4食物中毒案，今仔搁再增加一个民众死亡，一个重症患者经过个外月抢救，嘛是救无回来，这案嘛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卫生福利部是指出，这个重症患者有用 ECMO 来抢救，也毋过最后因为气管衰竭，今仔不幸伫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过身咯。柏林第4食物中毒案目前阁有3个重症患者，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换肝，等下恢复；另外2个人嘛因为感染真严重，目前人搁伫加护病房。再来看半暝2点21分又搁发生规模6.1个地震，后来伫2点49分，搁有一个规模5.8个地震，震央是拢伫花莲。地震七宝中心是指出讲，这拢是4月初3大地震的地震尾，甲9日大地震比起来阁算是正常。嘛表示讲，线内半冬内底嘛有可能会阁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今日透早2点21分，佫出现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这地震毋但互民众徛街扛的轿车、甲机车跌入一直海，也互真侪伫咧困的民众拢有精神。这地震的震央上款是聚集伫花莲，拢是403花莲地震的地震尾序列。花莲地区它其实是一个板块碰撞挤压比较强烈的地区。那再加上4月3号发生的规模7.2的一个有感地震，所以当地的一个构造算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然后需要做一些应力调整的一个现象，属于在这个04、03地震序列比较偏北的位置。这个应力调整总是有这个像做跷跷板一样嘛，它还是整个那个断层带这边调整一下，调整差不多就换另外一个地方调整，这是很自然的。根据地震七宝中心指出，4日7透早2点21分的地震。规模达到6.1，包含花莲、宜兰、南投甲新北拢是4级。虽然2点49分，佫发生规模5.8地震，花莲、宜兰甲南投以及台中上大的震度上款是4级。地震七宝中心讲，对403地震的地震尾序列，加9日地震来做比较，无伤大、无正常的情形。也毋过线内有机会出现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这地震尾至少要3个月到6个月了，才慢慢确立。921当年是释放了100颗的那个原子弹，那今年主震是比较小一点，7.2相当于32颗原子弹，所以应该是不会释放到100颗原子弹那么多了。4日7透早，最残的地震尾，予全台湾包含双北遮的9个县市，国家级的警报一直弹。也若双北地区民众为安怎更加有地震的感觉？专家认为讲，是因为地震发生时间拢伫透早，相对较安静，加上分地甲大楼效应的影响，才感觉真摇。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雨面接近高雄透大风，佮落大雨，有民众是指出讲，高雄去年才打开放的社会主体凯旋青秋，落雨的时嫌爬楼梯拢爱绕雨伞，实在是真旱。另外，嘉义嘛因为雨落袂利有大石头落落来伫台华公路，加在人佮车拢平安。厝外落大雨，厝内咧落小雨，楼梯间持续有雨水灌落来，亲像是水墙。徛雨要等去厝内，就要抓雨伞。少6-7成住户有影响到，对这个品质不是很注重。民众讲受影响的楼层有6、7楼，但这是去年才开放新组高雄第1座社会主体凯旋青秋，嘛互民众积极的安全性也有品质。马上就派员清理排除所有的排水孔跟露台，做全面的巡查。市府回应是厝顶的排水孔塌掉的，已经派人清理，嘛要求物管公司加强管理。同款受到大雨影响，26号下晡，嘉义关环路向往德基乡的大华公路29.8公里处出现整个较大的石头。心内就是讲，迄个反应就是爱较紧驶过安尼，啊无惊后壁唔知，搁恁搁大粒的石头无呢？直到今天的9点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体的一个降雨情况还算是相当的明显。那特别像是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外岛的澎湖跟金门，整体的降雨的情况算是相当的明显。
那以这几天的一个累计降雨来看的话，都是有超过200毫米以上的一个情况。拜六礼拜受到锋面影响，全台天气拢无稳定。中南部皮雨日是有短雨，也是雷雨，甚至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后礼拜一虽然有降雨的空旷，但后礼拜二佫有另外一波的锋面接近，有可能佫会再来雨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难度真悬的爬山路段，南投的南山段，昨午发生2件事故，有4个民众因为落大雨崩山掉伫山林，加在早起拢已经平安落山路。另外，有民众伫山顶摔断脚骨，空勤总队伫中道用直升机甲人载去病院治疗。空勤直升机伫武乡温泉附近山区的空中时，一名特殊员对港到地面，先检视等待救援山友伤势的状况了后，用吊拿将伊送上直升机，随后直接飞去台中青蛇公机场，到了后由救护车接手，将伊送去病院治疗。武双温泉附近，一名刘姓山友不慎滑落边坡，造成多处骨折，怀疑是近期地震及豪雨造成土石松动有关。南投县消防局表示，26暗7点多接到救援通报，一支8人登山队伍20为花莲水尾入山行南山段，有计2倍由信义滚台林道落山，不过中途经过武乡温泉附近的时，一名姓刘的山友无细地跌落边部，身体几个所在骨头支气，所救队员分2体去救援，也请求空勤总队支援。好在在27我中昼天气出日头，空勤直升机顺利救援受伤的人26起工，滚台林道。也有4人登山队因为落石受困，好在在林业署下府提供援助。给望乡分站的一处闲置空间，提供给4位山友做减整修整使用，那好让他们换一些干的衣服避雨，不至于失温。也很幸运的，在4月27号，今天4位山友平安下山。因为最近一直有地动尾，目前山区游园继续落雨，林业署南投分署建议民众唔通勉强入山。若确定要入山，除了注意个人安全，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尤其穿少的衫甲护具，拢一定要扎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等17个立委去中国北京访问，伫下晡4点，嘛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伫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见面。鲍坤基希望讲，中国会当来开放自由行团客来台湾进行花莲的观光加进口一寡台湾的农渔产品。王沪宁是表示讲，这次访问对两岸关系有积极的意义。咱国内学者是分析讲，中共是想要透过甲国民党交流，边缘化台湾政府。认真听简报，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集人鲍坤基率领16位立委到中国北京访问，再去参访小米超级工厂。鲍坤基学了小米汽车比特斯拉更加紧、更加实用，爱加买几台啊！一行人也到自动驾驶示范区创新运营中心体验坐无人自驾车。诚挚的希望大陆能够开放陆客团到台湾，尤其台湾的百年百业都需要这些观光团到台湾来，台湾各县市的这些农渔产品能够顺利的销到大陆来。整个车况非常平稳也没有用急刹车的方式，那感觉非常的安全。正拄到国会开议期间，加上花莲一直地动尾，国民党立委出访真受到关心注意。鲍坤基强调，早在2个月前就沟通规划，国民党立委17人访问中国是展开破冰之路，希望两岸关系顺利发展。中国应开放自由行团客到台湾进行花莲的观光，也争取台湾农渔产品外销中国。对国民党立委访问团成员，包含各委员会团出席中国要求，目的是伫上短时间完成国安5法的修法。国民党团讲这是不实的讲法。不过，民进党的纪国文就点名黄仁接听完江南国做的机密报告，人就随团到中国，积极向中共降服。而黄仁委员之前才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当中开过浅见国造的秘密会议。那这一趟去，他到底跟中共交流了什么？跟谁交流了？交流了什么内容？有没有跟统战部门的人聊过？这应该要交代清楚。中国大陆政协主席王沪宁伫下晡4点，也甲国民党的访问团见面，强调这次访问对两岸关系真有意义。学者分析，中共目的想要甲台湾政府边缘化。这个国民党立委去中国访问如果说今天真的能够让这个中国愿意宣布不管说陆生陆客的开放。或者说农产品的这个禁令能够解除，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或许当然它有它的政治意涵，就是要边缘化我们的中央政府。学者指出，立委若是用牵涉国安的条件，像是修改国安5法、排除人员、科技产品这监管、换取中共放出利益，唔若影响民众观感，也威胁咱国主权，好有采取对等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4月到5月是游桐花的季节，今年新竹县的桐花季今仔伫五味乡起果，除了看花嘛了解在地人文甲风景，佮有市啊，要来展现新竹客家庄的多元甲丰富今年毛用着是的在地食材设计的桐花料理，咱做伙来看卖。精彩的舞蹈，亲像游桐花的花蕊在天顶跳舞同款。有传统的客家山歌，互民众愈听心情是愈轻松。即阵当是游桐花开花的季节，也吸引不少游客来这佚佗。桐花很漂亮，然后天气也很好，一路来的那个风景都很棒，是很漂亮，然后感觉看起来就像雪花一样。就是这里的桐花像5月的雪。文化局指出，新竹县内真侪所在目前开始进入花期大开的时间。今年也针对游桐花相关活动，特别规划赏花路线，更有以在地食材设计出好食的料理。因为天气的关系，大概桐花我们是从嘉义一路的开过来，那可能南部的话开得比较快，他们现在几乎已经到了那末期了。那慢慢到我们新竹这边来的话，应该算是中期跟盛开的时候。桐花小旅行我们有3个乡镇，包括新埔、包括横山跟关西，有4条路线。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利用这一段时间的话，都到室外来走动。活动中，还有在地生态教育、客家艺文创作，展现出新竹县客家族群多元文化，让大家来看5月4时，摆档体验在地特色。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南投的北中寮山区伫9日大地震的时，损断甲真严重当初就有民间团体协助重建，后来伊嘛留伫当地陪伴偏乡的囡仔学习。这阵当初受到帮助的囡仔大汉了后，嘛真做是地方真重要力量。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伫下暗的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了解这个少年辈因对故乡的感情甲想法。轻轻讲树话，好咧甲树皮厝起来做电锯。这是南投中寮农林所在地发展的工艺教育。杨柏顺从细汉伫遮大汉，3年前继承因阿公阿嬷从921地震了后设立的义务教育机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后，伊甲所在转型，加做在地工艺产业的基地，请学生甲社区的妈妈做伙创造在地经济。在地真的是没有产业可以支撑，有薪水就是保障。所以，即便我再没有钱，我还是什么东西节约，一定要先撑过这段时间。但我相信机会慢慢的会浮现。同款是中寮青年的徐小婷，几啊年前伊离开水利工程师的工课，返来故乡，改造因兜的老干妈店，嘛串联在地青年，做伙为故乡尽一份心。伊嘛返去学校斗甲学弟学妹，因为伫高中的时阵，因主任的一句话，改变伊对故乡的情感。主任都会跟我们讲，其实我们只要有影响到其中的一个人，对他的生命或者是对他的想法做的事情有改变的话，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算是达到了。你算嘛是啦啦队敢是？系啊。你白龙早来讲。篮球、发球。是坐哪个位置？你简单。虽然回来自己的故乡落地生根是应该的事，可是10年前你不敢想这么远。10年过去啊，你甲压落去的这个经济。伊嘛是飞世界，飞去陪咱家己的故乡、家己的土地。当一代偏乡教育改变中寮真侪囡仔的运命，当出现新的挑战，离开故乡的少年人嘛，互这个土地情感叫回来。因希望互故乡变甲更较好，或者加做会当好好生活的所在。记者洪条成、吴一修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一个注心母语教育的家长陈玉选伊为着要保留家己泉州的腔口，毋若拢教囡仔讲台语，嘛望讲互囡仔来了解台语无共腔口的水甲特色，所以家己做一套教材有漳州佮泉州2款发音，伊是真有心，咱嘛做伙来了解。偏转腔，柳湖，偏
江腔流鱼。点特别吃落去，就通听到鳬鱼伫咧偏泉腔流湖甲偏江腔鳬鱼的腔口差。这是乐天亲子共学空间的头家陈玉轩设计的代志教材，因定定伫遮办母语共学，听到真侪家长反映讲找无适合的教材教囡仔，所以规气家己了落去做。囡仔拢是为学校学转来的，迄个台语拢是为学校学转来，安尼豆豆迄个。地方的特色啊，还是讲惯势的用法，就会豆豆无去。所以讲，我想讲，若是真正无较适合的，就家己来设计看卖。这套教材都合作笑海海台语发音灵动阿爸，内底有台语罗马拼音的字母卡、声调卡、甲点读谱啊等等。陈玉轩表示，传统活动教育部所定的偏江偏转两套发音，嘛有请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的专家来指导。这套教材伊有强调这个马蹄的部分，所以咱会使对这个马蹄的部分去看出腔口差。制作团队办亲子体验会，毋但囡仔算甲欢喜，有家长嘛表示真感动，总算有一套教材会当听到家己惯势的台语腔。阮爸爸是中华迄个土地甲车样大汉的，啊，伊家己饲大汉了，啊，到我家，这拢是因送互我的礼物。啊，有时阵我的台语嘛无遐好，所以家己去查过去找物件，所以用过这种了后，就是你点落着你的声音，你嘛知影家己是对还是毋对。就是这个物件会当做豆腐嘛，会当做礼数，你会当家己摕来学台语嘛，会当送互别人学台语。作者陈玉轩表示，这套教材拍算伫5月上无主平台，嘛指出事实上台语的腔口地方差非常丰富，不过经费有限，敢来当尽量做。制作团队嘛希望讲未来有愈侪创作来重视台语的腔口差，互囡仔拢通了解家己腔口的特殊性。记者卢尚如、郑顺友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华东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下暗新闻，小等下想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